東華三院係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嘅華人慈善機構，轄下嘅歷史建築、法定古蹟、珍藏檔案同埋文物，見證咗東華同埋香港嘅發展係息息相關嘅。東華三院一直積極推動文物嘅保護同傳承，並培養年輕一代嘅文物保護意識。轄下嘅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文物修復辦事處，自2017年起合辦東華三院學生文物保護大使計劃，至今已經有超過130位學生參與計劃。今年27位來自14間屬校嘅中學生參與計劃。辦公室安排學生喺東華醫院禮堂參與講座同流體藝術金屬托盤工作坊，並前往東華三院文武廟及廣福祠考察。學生更獲安排參觀東華三院何超霞檔案及文物中心，中心設檔案庫、文物庫、修復室等設施，以便妥善整理、保存、修復同分享東華三院嘅珍貴檔案及文物。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工作人員俾我哋睇咗一幅神威保佑嘅牌匾，咁佢就係光緒皇帝咧贈俾東華三院嘅，因為佢有展示俾我哋睇修復前同修復後嘅模樣，咁呢樣嘢都好神奇咯。文物修復呢一件事，文物修復辦事處嘅5天修復課程喺香港藝術館進行，喺文物修復專家指導下，學生親手為東華三院廣福祠嘅百聖廟金屬門牌，以及1966至1967年度東華三院元宵節慈善餐舞會慈善為懷紀念獎盃進行基本檢查、狀況記錄及基本嘅修護工作。好高興啦，繼續可以同東華三院辦呢個文物保護大使計劃。咁咧，我哋特別安排咗呢啲學生啦嚟到我哋嘅實驗室啦，去親身體驗文物修復嘅嗰個過程啦。我哋咧好希望咧學生咧可以藉咁嘅機會咧，明白到咧文物修復人員咧背後其實有好多嘅嗰個工作啦，同埋努力啦。文物修復咧，其實係一個比較深嘅一個嘅專業啦。要令到學生去認識佢當中嘅技巧咧，其實我哋係可以透過一啲嘅活動，讓佢哋去參與。咁學生咧就透過呢個修復技巧咧，比較容易去明白我哋之前同佢所講嘅一啲嘅理念啦。咁佢哋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會學得更加快。我開始對文物修復呢個行業，我係充滿咗興趣，因為我發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小工具啦，同埋啲唔同嘅方法去令到佢哋修復唔同種類嘅，例如金屬啊，例如紙本啊，佢哋都有相對嘅工具去做。即係呢個令我好有好奇心去了解佢哋，去發掘佢哋。我哋組就係一個慈善嘅獎盃啦，主要係有2個問題啦。銀嘅部分佢有啲生鏽發黑嘅問題，係了解到其實文物修復其實你係要保留佢歷史嘅原貌。適逢東華三院慶祝155週年，今年特別舉辦四川成都5天考察團，帶領學生探索祖國古今文化。咁成都咧係一座集悠久嘅歷史文化啦，豐富嘅天然生態同埋綠色化現代發展嘅一座城市。咁呢個有天府之國美譽嘅城市咧，亦都係我最中意嘅中國城市之一。咁所以我就贊助咗今次嘅行程，希望學生可以通過親身嚟到成都，感受到呢座城市嘅獨特魅力同埋中國唔同地區嘅多樣性。出發前看到成都行程的計劃的時候，我就已經很心動了。從神秘的古蜀文明到可愛的大熊貓，千年水利工程到非遺藝術表演，相信每一天都會充滿驚喜。文物修復辦事處特別安排考察團參觀三星堆博物館以及文物保護與修復館、三星堆遺址、四川博物院及文物保護修復中心等博物館核心單位，並與當地修復專家進行座談交流，令學生進一步了解國家文物保護政策發展嘅方向及當地文物保護嘅情況。學生喺成果分享會上向嘉賓、校長及老師分享佢哋嘅學習成果同體會，從認識東華三院歷史及文化保育工作，
到親身參與東華文物嘅修復工作，以及四川成都考察嘅寶貴經驗，都令學生大開眼界。活動嘅點滴經歷，唔單止係一段豐碩嘅學習旅程，更加係一場與歷史嘅對話，一個文化傳承嘅過程。咁我有幸參加過東華三院2021至22年度學生文物保護大使計劃。咁以實習生嘅身份翻嚟呢一個計劃呢，都有同啲學生一齊親身修復啦。咁亦都聽到佢哋本身係對文物修復呢個工作係冇認識嘅，係唔知道佢嘅存在。但係完成咗呢個計劃之後呢，佢哋都話了解咗承傳文化遺產同埋保育文物嘅意義。咁見到佢哋嘅成長呢，我都覺得有份參與咗傳承東華三院保護文物同埋保護文化嘅理念，體會到薪火相傳嘅意義。透過東華三院學生文物保護大使計劃，我哋希望提高學生嘅保護文物意識，多了解香港及祖國嘅歷史同文化，從而擔負起推動文物保護嘅使命，守護珍貴嘅中華文化，真正體會文化傳承嘅責任同意義。